喺科威特，女性就算係本國人，若同外籍人士結婚，都冇得平等將國籍傳俾仔女同配偶，但男性就可以。意思係你同你嘅屋企人可能連基本嘅醫療教育都享受唔到。雖然科威特女仔讀書率高，但男性監護人控制一切，外出實地考察、離開校園都要男性監護人嘅批准。瑜伽、舞蹈課堂仲會被禁止。就因議員話喺公眾場合練習好危險，就算要參軍都有限制，必須要男性監護人嘅批准，而且要戴頭巾，工作範圍受限。科威特女性擁有選舉權，但參政難上加難。少數女性當選議員會被孤立、罷免，議會至今由全男性組成。法律上話你有權，但現實上你嘅位置只係象徵，真正嘅權力仲係存喺男性手上。科威特刑法通姦最高判7年，但男性若因婚外情殺害女性，只需判3年；而男性同性行為最高刑7至10年。法律懲罰嘅比例完全顛倒咗，呢個法律係赤裸裸嘅不公。男同性戀為愛被重判，男人殺咗女人就可能會被輕判，司法成為咗幫兇。科威特嘅光鮮富裕掩蓋唔到女性被法律同制度嘅束縛，自由、權利、生活全被控制。認識呢啲不公係第一步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女性權利同社會不公，我哋可以喺 Plaply 一齊討論同學習，睇清世界，守護自己。